嚟到石塘咀就諗起以前嗰段風月史。梅艷芳同張國榮拍攝《胭脂扣》，響呢個山道呢條街係重點拍攝嘅取景地方。1903年，香港政府將上環、西環、水坑口一帶嘅妓院搬到嚟石塘咀，最鼎盛嘅時候咧係超過100間妓仔啊！以紅、榮樂、菜花、歡德呢4間大宅係塘西中最豪華、最貴、質素最高嘅妓院，所以稱為4大天王，都係落在於山道。嗰度除咗妓仔多咧，酒家都好多嘅，所以咧嗰度有4間大酒店：桃園、金陵、怡和、聯璧4大酒家。嗱，而家你見到呢個大廈呢，就係金陵酒家啦。當年嘅金陵酒家係咁嘅，而家就變成咁樣啦。再睇多一次，金陵酒家就喺呢個電車路嘅總站石塘咀站嘅對面馬路。香港開埠之後呢，唐人嘅煙花之地就喺水坑口近上環一帶。1903年，香港政府就要強制將嗰啲妓院搬到嚟石塘咀，先至俾佢哋繼續續牌。順帶一提，由水坑口望過去呢間有記合係戰前舊樓，香港係剩翻7棟嘅啫，呢間係其中之一，評為3級歷史建築物，係過100年嘅唐樓。妓仔地方呢，就係由東限於屈地街，西去到比路乍街，呢段路之內就係而家所謂嘅紅燈區啦。睇下個地圖，當時啲大寨即係雞兜就喺晒度啦。黃包車夫就將啲客人由水坑口載到嚟石塘咀啦，係免費服務啊，即係而家嘅叫做 shuttle bus。方便啲客人啊，響1841年，即係開埠當年，成為打蛇嘅人嘅聚居點。當時係有25個人，大約39年後，即係1880年，呢度就成為花崗岩嘅石礦場啦。依家呢度叫做中西區海濱長廊。當年未填海之前，啲咕喱就喺呢度落貨啦。背住海濱長廊一直行，咁呢邊就係嗰個批發啦、市場啦。OK， 一直落呢度，前面過咗紅綠燈，就係見到金陵酒家啦。所以對啲搬運工人嚟講係非常方便啊！上環同西環係有多個嘅碼頭，大量嘅搬運工人出晒汗嘅。又加埋海風嘅鹹腥味啊！收咗工就嗱嗱臨去召妓，所以啲妓女俾咗個名佢哋叫做鹹濕佬。而1蚊雞又點嚟呢？客人需要召妓嘅時候，先要用1蚊去買一張花簪。首先寫上自己嘅名，然後邊位阿姑嘅名，邊間妓仔，然後再交俾個跑腿。個跑腿就會幫你揾到嗰位阿姑出嚟噶啦。召妓即係叫雞，所以叫做1蚊雞。